各位朋友，今日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非常有趣，亦都非常貼近生活嘅話題。請大家先放下手頭嘅嘢，伸出你嘅手，將掌心正正對住自己懷裏，將視線集中喺你隻手最細嘅手指，即係小拇指上面。你留意下，你嘅小拇指頂端有冇高過無名指最上面嗰條橫紋？呢個位置喺我哋老祖宗傳落嚟嘅面相。手相學問入面其實大有講究，好多人都覺得小拇指喺5隻手指入面最冇用，最唔起眼，平時做嘢又幫唔到手，戴戒指又最幼細。但係你千祈唔好睇小佢，就係呢隻最細嘅手指，其實藏住一個關係到你下半生命運嘅大秘密。老一輩成日講到老多，等你小拇指長過乜名之關節，就等於有座靠山。你可能聽過人哋講，但你真係明白佢背後嘅核心意思咩？你真係知唔知？缺誰指都等你。只隻細細嘅手指頭係點樣決定你晚年到底係享清福，定係受勞碌，係兒孫滿堂過好日子，定係一個人孤孤單單過到老？我同你講，對於上咗年紀嘅朋友嚟講，手相呢家嘢其實好早之前就已經定型。你日日去研究命運，不如直接睇手指嘅形狀嚟得更有用、更準確。因為5隻手指分別對應住你人生唔同嘅層面。大拇指通常代表你嘅親生父母，食指代表你嘅兄弟姊妹，中指代表你自己，無名指代表你嘅結髮夫妻，而最後呢隻小拇指代表嘅就係你嘅子孫後代，以及你百年歸老之後嘅生活。可以咁講，你後生嘅時候就算幾咁拼命，賺幾多錢，攞幾多獎，都只係人生嘅過程，淨係得你嘅小拇指生得好唔好，先至代表你最終能落到一個點樣嘅結果。佢就係人生呢台大戲嘅最後大結局。今日呢篇文章我就帶你徹底睇清呢隻代表晚年同指示嘅手指頭入面到底藏住幾多玄機。不論你嘅小手指係長嘅、短嘅，不隻四指係長過嘅，我都會為你逐一解讀佢哋代表嘅吉凶祝福。更重要嘅係，如果你發現自己嘅小手指生得並唔理想，我哋應該用咩實用嘅方法去化解，將晚年嘅福氣重新補返嚟。首先，我哋講第一種情況，亦都係最理想嘅狀態。如果你伸出手之後，發覺自己嘅小拇指真係好似句老話所講，指尖高過無名指最上面嗰條橫紋，而且高出一截，清清楚楚過晒關。如果你係呢種手相，咁我真係要提前恭喜你。呢個係老祖宗手相學入面屬於非常標準嘅晚年大富大貴之相。點解會咁講？首先得性格同心態層面嚟睇，小手指長嘅人往往擁有極好嘅口才，而且特別擅長同人打交道。呢種人腦筋轉得飛快，反應靈敏，講說話又好聽。後生嗰陣，只要企喺人群入面，多數都係大家關注嘅焦點。到咗年紀大嘅時候，呢種人亦都絕對唔會變成脾氣古怪嘅孤僻長者。相反，佢哋係典型嘅樂天派，成個老頑童咁，最識得處理長輩同晚輩之間嘅關係，亦都好擅長喺平淡日子入面為自己揾樂趣。嗰份天生嘅好性格，直接決定咗佢哋嘅晚年生活，絕對唔會枯燥乏味，精神世界會過得非常充實滿足。其次，亦都係最關鍵嘅一點，小拇指直接關聯指示範疇，小手指生得長，兼且超過橫紋嘅潤，代表子女宮位置非常飽滿。呢個代表乜嘢？代表你嘅細路唔單止由細到大身體健康，長大之後聰明絕頂，才華出眾，更加難得嘅係佢哋十分孝順。你諗下，人活到老最怕係咩？最怕就係老嚟患病，身邊冇人斟茶遞水，平日空閒，冇人陪自己傾少少手。指像嘅人天生帶有一種凝聚力，
可以將自己嘅子孫後代牢牢團結喺身邊。呢種人晚年多數日日都能見到兒孫滿堂，享受到真正嘅天倫之樂。呢個唔就係最好嘅靠山咩？呢個就係人一世最大嘅靠山。而且財運方面，小手指關連你嘅偏財運同晚年整體運勢，手指長過無名指關節，代表你步入老年之後，手頭閒錢十分寬裕。呢一筆積蓄可能係你後生時辛勞儲落嘅一筆積蓄，亦可能係每個月豐厚嘅退休金、養老金，又或者係孝順仔女，每月供應嘅家用充足。總而言之，你絕對唔需要為每日柴米油鹽同銀兩有愁，可以活得非常體面舒心咁度過晚年。所以如果你發覺自己嘅小手指生得咁好，一定要心懷感恩。呢個係你前世累積嘅福報，亦都係你呢一世持續行善積德得嚟嘅成果。你最需要做嘅就係維持日日開心嘅好心態，好好保養身體，安心等住享福就得。說到呢度，肯定好多朋友即刻望住自己隻手，誰知道等你心裏面開始打鼓，林老嘅小拇指根本冇生得咁長，指尖咁啱抵到冇名，指關節線甚至仲短一截，咁我係咪就鐵底冇運？後果之後，誰知道等你老咗之後就冇靠山？我個仔女將來唔孝順我。大家聽到呢度千祈唔好心急，更加唔好胡思亂想。我今日專登講呢個話題，絕對唔係想令大家產生焦慮，自己嚇自己，而係想等大家先理清自身命運走向，再教大家方法去調整改變。如果你嘅小手指生得偏短，指尖根本捉唔到無名指最上面嗰條橫紋，呢種手傷，傳統手傷學確實有獨特講法，但絕唔代表你呢一世注定冇福氣，只係反映你嘅個性以及未來命運會有另一種截然不同嘅發展軌跡。小手指生得比較短嘅人，最大優點就係為人踏實厚道，仲保留住一份難得嘅天真善良。你哋呢類人最大嘅軟肋就係心腸太軟，好容易輕信他人，為人又太重感情。後生時期會因為老實嘅性格食唔少，暗劑俾身邊朋友欺騙，又或者感情路上受過傷，亦或者喺西工自己做公司返工，野行最多責任，最後反而唔討好，功勞全部俾人搶走。至於子女緣分方面，等你小手指短嘅人天生係粗心面，呢個唔代表你嘅仔女長大係後唔孝順，而係你對仔女嘅愛同付出遠遠超過仔女能夠回報你嘅份量。你實在太掛住自己嘅細路，成世都想將佢哋護喺自己羽翼之下，恨不得將心挖出嚟熬湯俾佢哋飲。就算仔女已經30-40歲，甚至係獨當一面嘅生意人，身為父母嘅你，仍然日日掛心掛住佢哋食得好唔好，返工辛唔辛苦，甚至仲要操心孫兒孫女嘅起居教養。你晚年之所以時常覺得身心俱疲，日子勞碌，根本唔係仔女唔理你唔顧你，而係你內心永遠放唔低仔女。你將晚年所有快樂同幸福感全部抌定喺仔女身上，一旦仔女有少少唔順你心意，或者因為工作繁忙偶然忽略你即刻會覺得失落，缺乏安全感。所以小手指短嘅朋友，你哋成日話自己冇靠山，其實只係自己將日子過得太勞累，屬於為家庭為仔女鞠躬盡瘁嘅類型。但難道小手指短就注定一生操勞到老？當然唔係。林老師呢度有幾招簡單實用嘅閉門方法，不論你而家小手指幾短，跟足指引去做，一樣可以親手為自己督起晚年嘅靠山。第一招，民間流傳已久、十分實用嘅技巧叫做留甲法。如果你天生小手指唔夠長，剪指甲嘅時候可以特意將小拇指指甲留長少少，大概幾毫米就得，務求指甲頂端視覺上
超過無名指第一節橫紋，千祈唔好睇輕短短幾毫米。指甲傳統手相學原理入面，呢個方法叫以形補形。指甲係人體骨頭嘅延伸，風水氣場上代表自身運勢嘅延展。當你留長小拇指指甲，不論視覺效果，抑或每日帶俾自己嘅心數暗示，都仍然營造出小指長過無名指關節嘅富貴格局。長期累積嘅心理暗示力量極之強大，每次洗面、食飯抬頭望到雙手，潛意識就會不斷提醒自己，我嘅福氣已經補足，晚年嘅靠山已經穩固。日子一耐，你成個心態會由內到外徹底轉變，變得比從前自信，處理伴侶、仔女關係亦會從容淡定。有兩點一定要提醒大家，指甲要是修剪得圓潤乾淨，千祈唔好留得過長過尖，好似影劇入面妖物利爪咁樣，不單止幫唔到改運，反而會招嚟雜煞。第二，呢個方法比較適合女性或者平日唔需要做粗重啲力活嘅男士。如果係地盤維修長時間用手勞作嘅行業，留長指甲唔方便，就可以揀下面其他方法。第二招，佩戴美戒法。好多年輕人中意小拇指戴戒指，多數係為咗避小人，標示單身。但對於中老年朋友嚟講，小拇指戴戒指仲有更深層次嘅改運智慧。古傳手相學認為小拇指屬水，主財富，關聯命運之中流動嘅財氣。如果小手指天生偏短，誰知道等你代表呢股水氣薄弱，財運容易向外流失。呢個時候戴一枚美戒，就好似一道幔門鎖住自身氣場同財運。材質方面可以揀純金戒指，金能生水，亦可以揀天然綠玉戒指，玉質溫潤，最適合滋養人嘅元氣精神。小拇指戴戒指無形間增強貴人運，亦會每日提醒自己處事多留個心眼，唔好過分老實，任人欺負。呢枚細細戒指亦如同氣場補丁，千尖固子女宮格局，令你同仔女之間嘅家庭關係更加和睦穩定。第三招亦都係最根本最貼底嘅一招，放手先至係得到。呢招需要修煉自己嘅內心。既然小手指短，代表你天生容易圍住仔女勞心勞神，想扭轉粗魯命，就要逼自己學識小操心。你一定要從心底認清一個道理：兒孫自有，兒孫福長輩唔可能包辦一切。仔女已經長大，需要走屬於自己嘅人生路，為自己嘅選擇承擔後，果身為長輩。如係過度操心耗費心神，唔單止幫唔到佢哋，只係白白節選自己嘅福分，仲會阻礙仔女獨立成長。你都試將日日掛住仔女嘅心神收回，重新放回自己身上，多啲落公園跳廣場舞，同老友結伴遊覽國內大好河山，又或者去老年大學學從前中意但冇時間接觸嘅興趣，例如書法、國畫、唱歌、攝影。當你真正學識疼惜自己，將晚年生活經營得有聲有色，你會發覺同仔女唔單止冇疏遠，反而仔女會更加尊重你，主動聯絡親近。因為世上每一個活得開心獨立、自有精彩生活嘅父母，先至係仔女最大嘅福氣。你自活成一座安穩大山，到老自然有最堅實嘅靠山。除咗手指長短之外，仲有一種常見情況要專門講解。有部分人嘅小拇指生得唔直，一類係向掌心物，指尖貼近無名指；另一類後向手背反慢，指尖遠離無名指，向外翹開。如果你觀察到自己小拇指明顯向掌心彎曲，指尖靠向無名指，代表你家庭觀念極重，十分掛家。但同時一反映你萬人依賴心較重，會好掛住後輩，時常黏住身邊人。屬於呢種手相嘅朋友，平日要多提醒自己，俾老伴同仔女留翻私人空間。所謂距離產生美，日夜貼埋一齊，反而容易滋生摩擦矛盾。
相反，如果小拇指讓手配叫開，同無名指之間空隙好大，代表你個性極之獨立自主，一世最厭惡他人干涉自己，骨子裏帶少少孤僻。你晚年多數唔想同仔女一齊共居，更中意獨自居住。其實呢個亦唔係壞事，只要妥善安排好每日起居，越居清靜，亦係一種難得嘅幸福。不論你嘅小手指係長短直抑或橫，身為同時研究傳統醫學同商學嘅林老師，我要認真提醒大家一個核心健康問題。根據中醫經絡學說，小拇指有兩條重要經絡經過，手小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換言之，呢隻不起眼嘅小拇指，血管神經直接連接體內心臟同小腸。如果你平時經常覺得小拇指無故發麻冰凍，又或者天氣唔凍都出現指頭發紫早白，一定要係至發切，一定要提高信號，多數預示心臟機能減弱，或者頸椎骨質增生壓迫神經，尤其係中老年朋友，心臟同小腸健康直接影響全身氣血生成同運行。故此建議大家得閒時跟我做一個簡單養生動作，用另一隻手嘅拇指同食指反覆揉搓小拇指，有指根慢慢揉捏到指尖，再由指尖搓翻落指根，左右手輪流操作，每日3至5分鐘就得。呢個動作看似簡單不起眼，功效卻十分顯著，可以疏通心經同小腸經，促進全身血液循環，強健好養心臟。長期堅持落去，你會發覺夜晚睡眠質素改善，從前時常出現嘅胸悶氣短越來越少，整個人精神氣息煥然一新。人唯有氣血充足，晚年身體先會硬朗。呢個亦係靠雙手為自己打造健康靠山嘅實在方法。各位朋友，老祖宗留低嘅手相，學問實在博大精深，講到底核心只係一套詮釋論道理。人體任何一個局部細微特徵都暗藏整個人生嘅資訊。今日透過區區一隻小拇指，我哋睇透晚年光景同仔女嘅緣分，呢啲就係人一世最終嘅福氣。如果你天生小拇指長相完美，我衷心恭喜你，係上天眷顧之人，擁有呢份先天優勢。更要珍惜身邊所有幸福，平日多行善助人，將呢份福氣延續落去，傳俾下一代。如果發覺自己小拇指唔完美、偏短彎曲，亦完全唔使灰心。呢個唔係厄運，反而係上天提前提醒你該修心、該改變。我哋可以透過留長指甲、佩戴美戒等傳統方法，更加可以調整自身心態，學識少操心，每日堅持揉搓手指保健，透過後天努力彌補先天嘅不足。你一定要記住，手相從來唔係一成不變命運，本質就係人同天地之間嘅互動博弈。一旦你內心想法轉變，日常行為隨之改變，自身散發嘅氣場亦會跟住調整。氣場向好，未來運勢甚至手掌紋路都會隨之出現良性變化。呢個就係傳統智慧所講，相由心生，境隨心轉。我真心希望今日睇完呢篇文字嘅每一位朋友都可以靜下心，重新認識自己雙手。千祈唔好因為小手指短而終日憂愁，亦唔好因為小手指生得好就驕傲鬆懈，低頭望住自己雙手，大聲同自己講一句：我晚年嘅日子由我自己話事。我一世最大嘅靠山從來都係我自己。只要心中常存善念，熱愛充滿煙火氣嘅平凡日常，由今日開始好好保養身體，餘生好好愛惜自己。不論你天生小拇指長相如何，最終一定可以靠自己雙手經營出圓滿幸福安穩無憂嘅晚年。